各位好啊，馬主評論圈又有消息帶俾大家啦。今次有好多免費資訊啊，尤其是相信數據可以反映賽果嘅朋友，一定要聽晒啊！我哋先講我哋個網站，有個馬房消息，近期都好準啊。就好似5月6號為例，16隻提供有81.3% 嘅上名率啊，非常之犀利啊。而5月9日，即係啱啱嘅賽馬日啦，又只有52%。因為好多隻馬匹有提供啊，亦都唔好以為得熱門，其實冷門都有噶。例如25倍嘅翠紅都有提供，第10場更加係3隻都中晒啊。而睇翻5月3同埋4月29，其實都有60幾接近70% 嘅上名率，都非常之犀利啊。13隻馬入面有4個冠軍、2個亞軍、2個季軍，仲有1個殿軍，所以馬房消息呢個頁面都好幫到好多觀眾噶，亦都係平時我哋會出片講招式馬啦。去到我哋最新有個海外嘅排位表，雖然係測試中，不過都好多朋友覺得好好用啊。例如好似日本第4場咁，我哋做咗個貼士分數，貼士分數數落嚟，赤帝跑第1，愛好跑第2，好秀麗跑第3，都齊晒啊！原來貼士分數都幾好用噶。當日法國嘅第2場都好犀利啊，橫日就贏馬啦，都唔係熱門嚟噶，都好分噶。優中川子跑第3，葉間陽光跑第2，所以整體嚟講，貼士分數嘅高低都好反映到成績啊。然後我哋再講4重彩專區，4重彩專區馬膽通常都好穩定噶，好似上次為例，11隻馬膽有8隻跑前4名啊。咁如果你拎嚟做4連環嘅馬膽或者4重彩嘅馬膽，每隻樣可以得3應手啦。嗰日好犀利，係其中有一場中晒4隻啊，仲要係順次序啊。好似第10場咁，榮進大道跑第1，活力拍檔跑第2，安都跑第3，火悟空跑第4，呢條4重彩都有2500蚊，相信大家平住去緊10蚊都會有分頭嘅，咁當然唔會場場都中晒啦。另外就係我哋仲有個展開功能，例如好似第7場咁，我哋將佢打開，雖然第1隻跑第4，但其實我哋後邊嘅場次都會中晒啲腳噶，俾多幾個選擇大家，方便大家可能想拖多幾隻腳嘅話就可以拖到啦。呢場第7場啊，4連環都有4000幾蚊，我哋可以睇下4重彩專區嘅注碼計數機，原來4連環一膽7腳 total 係賣350蚊，咁你350蚊收翻4000幾蚊，你全日買晒都有數為啦。當然有好多人覺得會唔會拖太多隻會好貴，咁就睇大家想點樣去部署啦。有人中意大範圍，有人就中意買少啲。而4重彩嘅注數一樣可以即刻睇到啊，好方便啊。例如4重彩單色馬膽，一膽7腳就2100蚊啦，一膽8腳就3300蚊喎，一眼就睇到點樣去計條數啦。然後就係數學模型。我哋出咗個數學模型啊，上面嘅選項多咗個叫做數目投注建議，究竟係咩嚟嘅呢？原來我哋用大數據製造咗3個模型，其實係2個啊，就係一個雙膽買單 T 嘅模式，同埋3膽買4連環嘅模式。主要就係揸住2隻膽，然後拖全餐。但係我哋呢，用翻數據呢，我哋知道呢，某啲組合呢，係容易爆冷，或者係容易有好嘅勝率，或者係高嘅回報。咁我哋都會睇到一個投注報表噶。例如我哋打開雙膽單 T， 我哋撳落去啊，我哋會見到有個投注報表。原來跟住呢啲組合買，你可以睇到個曲線圖會慢慢漸漸向上噶。咁就係一個好嘅一個圖表啦。每個月都有個報表，就係會買幾多場，中幾多次，一共投入幾多，下彩有幾多，一眼睇晒。如果想睇再詳細啲，下邊仲有功能，展開完一眼就可以望到究竟買過啲乜嘢啦。當然唔會場場贏啦，有時贏咗都幾好分噶。例如好似10月4日咁，呢度就可以收翻4000幾蚊啦。9月就冇好嘅派彩，所以9月呢個報表呢就係負數嘅。不過呢10月、11、12、13月即係1月啦，成績都係理想嘅。2月呢就持平
3月咧就有個虧損，不過4月有賺翻，所以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報表嚟㗎。咁一個好嘅數學模型咧，最緊要係佢係直線向上之餘咧，佢就算下跌嘅幅度咧，亦都唔可以太大，否則嘅話咧就代表個數學模型係唔合格。而望住依個曲線圖，梗係好理想啦。我哋繼續睇埋三膽四連環，三膽四連環一樣計咗有好多嘅組合啊。望見個曲線圖亦都係咧慢慢向上，當然咧有啲零舍犀利嘅四連環派彩就可以再上高啲啦。但係整體咧都係慢慢上慢慢上噶。睇翻個報表方面啦，9月到5月為止咧，得2個月係暫時蝕錢啦。當然5月份而家未完啦，喺11月咧同埋2月份咧表現冇咁好。頭先咧單 T 都係啊，原來2月份就可能個表現比較差少少啦。咁但係整體嚟講咧，個盈利都係有增長噶。我哋睇下下邊逐場詳細記錄啊，我哋會見到都唔係場場贏噶，會有好多場係輸噶。但係因為我哋用數據顯示，我哋只要長期買呢個組合，最終係會有回報噶。其實我哋喺成績統計呢個位置都做咗一次俾大家噶。我哋喺呢個盈利指數，我哋撳一下，我哋就知道，如果我哋買佛雲星成季長買嘅話呢，我哋係會有正數嘅效果。梁家俊都係啦，原來黃寶嚟都係，因為佢哋嘅獨贏同位置都有價值啊，所以呢，長買呢就會有個盈利喺度啦。咁但係始終呢個盈利都係比較細嘅數目啦，而我哋用單 T 同埋用4連環，我哋可以計到嘅數目呢，嗰個盈利嘅增長嘅百分比升幅呢係會更加犀利啊，所以我哋就做咗呢個數學模型俾大家跟啦。另外我哋做一個刪減版，刪減版其實呢都係用翻頭先我哋雙膽單 T 嘅模型，不過呢，我哋就只會買2注嘅場合，咁我哋個成本就會少好多，但其實買嘅次數唔多，所以唔算話係好理想。但係呢，因為計到個總盈利都係整數，所以呢都分享俾大家。大家會睇到其實如果咁樣買嘅話，你嗰個投注嘅注入呢可能會少好多。不過呢，相對嚟講，你可能要等好耐個時機先會贏一次。所以我建議大家，如果真係想做呢個方法，就跟翻土豪版，就唔好跟刪減版。刪減版亦都可以做個參考俾大家，同埋都要同大家提及啊，因為呢個數學模型呢係用長時間大數據嘅驗證做基礎啦，就唔係呢跟1-2次一定有見效噶。頭先大家都會見到，如果長跟嘅話，其實可能你會有1個月係虧損，第2個月先至會上翻正數，再有盈利。所以如果你跟呢個模型嘅話，唔好話去覺得一定係一日一定要贏到，所以呢個大家就有呢個概念。咁而我哋做咗呢個數模投資建議嘅一個版面呢，我哋亦都咧會提及呢，就係邊個組合咧，我哋應該點樣去買啊？原來第一場呢，如果你跟翻雙膽單 T 咧，我哋就會買呢個組合去妥全撐埋單 T 嘅士跑德、電信嬌弱、龍有生、士跑德、龍有生、威威父子。咁如果我哋買3膽4連環呢，咁就會係有5注喺度啦。威威父子、龍有生、電信嬌弱、東雲龍有生、魅力之福等等。當然有人會覺得咁樣買可能會好貴，咁但係我哋大數據計出嚟嘅數字就係需要用到呢個組合，我哋係唔可以做任何人為篩選情況下，跟住佢就會有呢個回報啦。當然過去嘅走勢唔一定反映未來嘅結果，但係我哋測試已經1季嘅數據，加埋有700幾場，原來都可以照用呢個組合，係可以做到全季正回報，所以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參考數據俾大家。而今次我都分享網頁嘅馬房消息數據啦，暫時呢係有5隻噶，喺第一同第2場入面，第一場分別有風雲啦，而家都好爛價，有11倍；11號嘅龍有生有3.9倍；12號嘅華美之威有7.9倍。另外第2場12號嘅獵寶勤5.8倍，同埋4號嘅環球英雄都有6.5倍噶。今日咧都大贈送咗好多有用嘅網頁嘅消息啊，同埋咧亦提及咗好多網頁嘅使用方法俾大家，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得到更加好嘅資訊啦。如果有興趣想知道網站嘅網址咧，可以 WhatsApp 我噶55269236，或者大家可以自己望住左上角，其實已經有個網址俾大家啦，hkai88.com。
咁我哋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啦。今日已經提供5隻小食碼俾大家啦。